各位觀眾、各位聽眾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萬城 Tommy 滔滔不絕。咁啊，都有一段時間啦，冇出過片啊，因為呢排都忙。咁啊，今日出翻條片講咩呢？咁話說，其實我轉咗去新公司呢，就啱啱好半年啦。上年嘅9月轉公司，今日係2026年嘅3月中啦。咁究竟我轉咗去新公司呢半年，有啲咩心路歷程，有啲咩體驗，有啲咩嘅感受呢？咁喺呢條片同大家分享下，希望大家唔好怕悶啊，一路幫我睇片睇到尾。各位觀眾、各位聽眾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萬城 Tommy 滔滔不絕。Tommy 啊，我哋今日講咩話題啊？講車、講返學、講生活，定係講去邊度玩？咩都唔係，我哋講萬城嘅故事，一齊睇片就知道。Let's go！未講我嘅感受之前，同大家講一講啦。因為我見之前我啲片呢，有啲觀眾、聽眾朋友呢都留言問下我靚仔爸爸嘅近況點，因為見佢好耐冇出過片啦，據聞都好似2-3個月啦。咁就當然啦，咁我係由 WhatsApp 問下佢嘅近況啦，咁佢亦都有回答我嘅。咁最近靚仔爸爸佢喺佢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出翻片啦。咁如果大家關心靚仔爸爸嘅朋友咧，可以 click 入佢嘅 YouTube channel 度睇翻佢嘅近況啦。既然講開我嘅心路歷程，咁就不如趁今日天氣又好好啊，藍天白雲啊，20度啊，出邊有成。喺英國嘅早咗回暖啦，我可能覺得英國係。咁就既然講開我嘅心路歷程，咁就不如同大家一路揸車就一路傾偈，講講我嘅心路歷程有咩轉變啦。首先第一個最大嘅轉變就係呢，當日呢，我去到 route training 嘅時候，即係學習新路線嘅時候，大家可能如果睇翻我舊片啦，即係講緊我初入職 route training 嘅時候。嗰陣時揸嗰啲巴士線咧，好多都係一啲小路啊，窄路啊，可能甚至兩邊都泊晒車啊，要避車啊等等。嗰陣時我都同自己講，唉，有冇轉錯公司咧？有冇以前揸嘅 A 公司咧就主要跑大路為主，咁而家 B 公司咧有一半都係啲屋村小路啊、社區小路啊咁樣。好啦，大家一齊嚟睇片啊，開車咁啊，同大家兜翻啲小路，講翻我嘅感受啦。咁所以嗰陣時我啲片都講，唉，如果咁樣嘅話，不如揸得1-2個月，如果唔開心唔適應嘅話，就不如翻去舊公司啦。嗱，就好似我而家睇緊前面啦，大家見到啊，呢條就係我其中一條巴士線。大家睇到呢條路唔係好闊，經常兩邊泊滿車。嗱，大家仲見到頭先有部垃圾車，有部大旅遊巴啦。開呢條路已經對我嚟講係闊噶啦，有啲屋村小路係仲窄啲嘅。咁所以嗰陣時係好唔習慣啦，好唔適應啦。雖然我喺舊公司都累積咗2年嘅揸巴士經驗啊，但係嚟到呢啲位呢，就要有啲位真係要重新學習。例如就係前面呢個讓路口啦，呢個彎位啦。嗱，如果平時我揸住部12米嘅
場巴士呢，我係要偷過晒去隔離右邊線，然之後先轉到呢個左彎嘅。同埋如果好多時有陣時一轉出嚟就好似而家咁啦，兩邊又有泊下車啦。嗱，右手邊必定泊車啦，有陣時左手邊就泊埋啲咁嘅普通車啦。然之後對頭又有車嚟咯。哇！你諗下，我揸住架大巴士，點樣去互相避啊？即係對方嘅對頭車，同埋點樣去預嗰啲窄彎，點樣過唔好揩嘢？呢啲時間呢都用咗，我諗下先，真係用咗差唔多2-3個星期，甚至去到1個月呢，我先可以適應到嗰啲車長同埋車闊嗰個 dimension 嗰個感受。嗱，唔知大家認唔認得呢條路線係邊條路線啦？不過如果你唔係住喺布頓區，係真係認唔到嘅。認到嘅朋友不妨喺下邊留言，寫翻我而家揸緊邊一條線嘅巴士路啊。咁啊係啦，咁啊都係我係本住呢個唔勉強習慣成自然。大家見到個巴士路牌啦。咁呢啲我就係我哋所講嘅社區啦。係啦，我哋係本住呢個勉強習慣成自然，同埋我相信我嘅上帝一定會俾我有充足嘅能力同埋預備，同埋亦都會安排適合嘅人喺側邊輔導我啦，亦都讓我可以有能力去駕馭呢一啲嘅實際環境同埋情況啦。咁所以真係開頭真係好唔慣嘅揸呢啲小路啦，特別係真係哇轉完一個彎又轉一個彎，真係轉彎係多過直路嘅。又例如前面呢一個彎位啦，又係要轉咗嘅。平時呢揸住部大車一定要咁樣偷過隔離線右邊，然之後打左燈，然之後出嚟睇睇兩邊冇車啦。嗱，有陣時呢我嘅右手邊呢都係泊滿車嘅，咁我部長車呢就唔可以偷咁過啦。咁我又要睇住我自己條尾啦。嗱，所以短短呢幾分鐘片咧，你見我轉左轉右咧，都差不多有10次啦，又要轉啦而家。咁所以我亦都好感恩啦，即係好感謝我嘅上帝俾我有呢個能力，有適當嘅人去問，有呢個能力去好快咁去適應。係啦，有架車嚟緊，所以要讓咗佢過先。咁所以後尾揸呢啲窄路山路啦，如果大家見到前面我嘅右手邊咧，係永遠都泊滿車嘅，因為呢度係民居嚟嘅，同埋佢哋係合法泊車。咁我就要喺呢啲地方咧，要調節自己嗰個適當距離去讓車，因為呢條路咧。我依一個 direction 同埋我翻嚟，即係opposite direction 咧，我都會揸嘅呢兩個方向。所以如果我揸對頭線嘅時候咧，我係俾右手邊嘅車咧阻住，咁我就要好好判斷我嗰個距離啦，讓車嗰個先後次序啦。因為又唔可以隨便亂讓啦，因為會嘥咗好多時間或者頂住後邊啲車啦。但又唔可以隨便夾硬過，如果唔係攝死喺中間咧，就好大鑊噶啦。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去到新公司，我嘅心態同埋我技術要去調節嘅範疇啦。咁所以好感恩啦，我都真係冇遇過出錯啦，冇遇過意外啦。好好咁樣去鍛鍊咗自己嘅判斷能力啦。距離啦，長闊高嗰個感受啦，咁呢個就係，所以後尾我就係咯，開頭我都話，諗住如果揸1個月2個月揸唔掂嘅，咁不如考慮下翻去舊公司好唔好咧？當然啦，大家睇到呢條片嘅時候，我已經喺新公司做咗6個月啦。即係證明我係冇返過去舊公司啦。另一個轉變就係乘客嘅 category 啦。以前我主力係揸曼城嘅巴士線啦，即係 Bolton 去來回曼城或者係
某其他城市來回曼城嗰啲主要道路啦。咁其實就都幾趕時間嘅，特別係嗰啲peak hour， 即係返工放工、返學放學嗰啲時間咧，係都幾趕嘅。咁嗰陣時，同埋咧多數嘅乘客會係啲學生啦、青年人啦，至到中年人啦，或者係返工嘅人士居多嘅。咁比較少長者，咁同埋亦都係趕時間嘅。咁所以以前最以前最學懂嘅一招就係最後一個乘客一上車一拍卡，俾完錢即刻閂門，打右燈，即刻抽出去走。即係盡量慳到幾秒就幾秒，因為每個站如果你慳到幾秒呢，你100個停車站呢，你就慳到幾分鐘返嚟㗎喇。咁同埋大家都趕㗎嘛，包括啲乘客。咁好啦，而家轉咗去揸區內循環線啊，服務社區居多啊。咁我哋都有跨城市嘅線嘅，不過唔多嘅，主要都係區內循環線同埋一啲屋苑嘅循環線咁。所以好多時服務嘅對象呢，我講日頭先啦，主力呢就會係啲長者啦，行動比較緩慢或者行動比較不便嘅人士啦，包括長者啦，亦都咁呢。我就要開始學習好耐心啊，同埋要好細心咧去體恤佢哋嘅身體上嘅軟弱啦，就唔可以好似以前咁啦，一閂門就彈車出嚟啦。因為嗰陣時第一日我嗰個 mentor 已經教我，亦都講咗俾我聽啦，係啦，我哋 serve 嘅乘客主要係區內嘅除咗正常嘅青年人、老年人、返工人士之外咧，好多時都會係一啲行動比較緩慢或者係行動比較不便啊，或者係長者啦。咁所以一埋站，師兄已經教我，除咗開門之外，撈低部巴士。因為我哋巴士咧，每部巴士都有個氣壓嗰個 suspension 嗰個掣去調校佢巴士高低。一埋站，除咗開門之外，撈低部巴士，撈低咗幾寸嘅可以，嗰個 air suspension， 咁就方便啲老人家上落啦，盡量貼近地面嘛，我哋。因為以前我就唔會撈低架車嘅，除非真係見到一啲好有需要嘅人士。咁而家師兄就教我，我哋 serve 嘅係區內人士啦，咁每次盡可能撈低架車俾人哋上落。咁呢個又係一個新嘅技術嘅調節啦，因為以前我冇咁做。同埋記住，阿師兄教我望住個車內個倒後鏡，睇清楚所有乘客坐好啦，特別係老人家或者係弱勢人士，俾佢哋真係坐好啦，你先好開車。如果唔係呢，跌一跌人呢，好大鑊，好大件事。除咗寫 report 各樣之外，隨時會招致責任啊，保險嘅責任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個係公司保險賠啦，但係我都會孭上一啲麻煩嘅責任。咁所以久而久之我就慣咗啦，即係習慣咗啦。埋站撈低車，跟住望住啲乘客上落好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見到啲後生嘅、中年嘅、正常嘅，咁你就可以放心啲去開車啦。咁但係如果遇到啲公公婆婆等等呢，佢哋真係行動緩慢嘅，咁我真係望實個後鏡，睇住佢坐好啦，安穩啦，我先至打右燈出車。咁所以都幾開心嘅呢一樣嘢。以前我慣咗趕噶嘛，都係揸曼城嗰啲線。
咁就啲公公婆婆有陣時落車嘅時候咧，都好欣賞我喎，即係話即係有啲公公婆婆仲會請下我食朱古力啊，或者擺低少少零食喺度咁樣，以表佢哋嘅欣賞同埋尊重啊嘛。咁呢個係一個幾嶄新或者幾有趣嘅經驗啦、經歷啦。因為曼城市中心嗰啲咧就冇咁咩嘅，大家都趕時間，趕住翻工放工、翻學放學咁啊，上車落車最多講句 thank you 已經好好噶啦。咁所以揸依啲小區路線咧，係多咗少少嘅體恤啦、責任感啦、使命感啦，亦都多咗好少少嘅人情味啊。因為有啲公公婆婆搭下咧，其實我哋都認得對方啦，我哋大家都互相認得啦。咁就係咯，咁亦都簡單啲講啦，有個輪椅嘅搭客啦，咁佢去到某個位咧，就係佢屋企要落車嘅。咁但係佢嗰個位咧，佢落車嗰個位咧，其實又唔係一個正規嘅巴士站嚟。咁所以佢咧，嗰位輪椅人士咧，會預先同我講定啊，其實咧一陣間咧，我去到邊個位咧，你可唔可以喺嗰個位度放低我？因為佢都知道嗰個位唔係一個正規嘅巴士站嚟嘅，唔係係落唔到輪椅嘅嗰個位，應該咁講。咁佢就同我講聲，你可唔可以喺嗰個站再行前多少少，大概十零20米度咧？咁佢先有個行人路嗰啲路駁咧，俾我可以放低嗰個輪椅上落嗰個地台啊，方便佢可以上落。咁我話得，冇問題。因為我第一次我唔係好知邊個位嘛，我叫佢嗱，去到差唔多嘅時候咧，你記住話俾我聽，街住我點樣行，邊個位最方便你。咁自此之後咧，間唔中我會遇翻呢個乘客咧，咁我就知道啊，大家又係你啊，咁佢又話又係你啊，咁我哋就會知道啊，我知道你喺邊個位要落車係會方便啲啦。今日好好天啊，今日同埋放假，順便過嚟 Tesco 買下餸先。趁今日咧藍天白雲，最後呢一段片咧，我都選擇喺個公園裏邊咧，去同大家拍攝啦。咁我哋睇到背後嘅水仙花都開得好燦爛喎，真係呢啲真係感謝主，呢個係真係造物嘅神奇。所以總括翻啦，我呢半年轉咗去新公司，有啲咩嘅領受啊，有啲咩嘅突破呢？其實真係全部我可以講係感謝上帝。呢半年裏邊整個過程呢，其實都係一個個人成長啦，一個心靈轉化嘅一個過程。由以前一開始入新公司嘅時候，帶住有啲憂慮啦，有啲擔憂啦，有啲驚自己做唔住嘅心態。但係我嘅天父一路一步一步嘅帶領我走過每一條彎路、窄路、泊滿車嘅道路。大家以前有睇我嘅影片都知㗎啦，我有幾次試過都係啦，唔小心行錯路啦，要掉頭，要褪尾掉頭啦，真係褪到成身冷汗啦。亦都有一次因為道路嘅建築道路修復工程咧改咗路，但係我唔知咧，我真係入咗一條窄路，結果搞到真係要 call 翻台，有同事嚟幫手，搞咗成半個幾鐘，我先出翻嗰條窄路。所以其實冇㗎，其實每一日開工前我都祈禱，甚至有陣時開緊工嘅時候我都祈禱。祈禱係咩呢？無論我遇到面前嘅係一啲爛路、窄路、彎路、直路，咩都好，求聖靈與我同行。所以喺呢段嘅叫做適應期同埋呢個呢半年裏邊呢，咁我真係學到好多忍耐啦、包容啦、體恤別人嘅需要啦，同埋要認知到自己嘅能力。其實最主要係嚟自聖靈同在，我嘅天父祝福。
所以到如今我選擇仍然留喺 B 公司，因為我好 enjoy 呢一間公司嘅工作啦，亦都好 enjoy 我每一日揸嘅道路啦。每一日揸嘅道路都係我嘅社區，我熟悉嘅地方。有陣時會撞到一啲熟悉嘅乘客，就係咁啦。咁唔知大家喺英國或者喺其他地方啦，你哋做工喺生活裏邊有啲咩嘅感受，有啲咩嘅領受呢？不妨喺下邊留言，同我哋一齊分享下，睇下我哋每一個人唔同嘅生活點滴裏邊有啲咩係值得感恩嘅地方。今集萬城 Tommy 滔滔不絕嚟到呢一度，唔知道下一集可以同大家分享咩話題呢？或者大家有啲乜嘢話題想聽下呢？亦都不妨喺下邊留言分享下你嘅意見啦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